1999好，小向阳，当欢喜同服务好。杨小姐好，请教TN亚 V， 那是我也爱这股生意呢，是没做得强量补出款呢。恭喜喏，有也爱做得天土生意呢最好。人讲啊，你是我啊有人土，转来又是三传销，怎么的有也爱天土有几好的呢？请问先生上香啊，小乡长，张先生好。那讲人到2岁的小朋友，是帮阿公阿婆照顾，做得同时申请中央内政府的补助同印度市政府的平价托育津贴不？请问是补助几多钱呢？内政府的部分是2000元到5000元，印度市政府是提供2000到3000的元。啊，小姐，按仔细哦，我了解嘞。请问还有做得同服务的地方吗？说明都讲清楚，按仔细啦。按仔细哦，总有美好的一日，将来了。